沙浸小瀝源堂19樓迎嚟全新嘅開幕。呢次嘅裝修唔單止係外觀同空間上嘅更新，更係一個清楚嘅記號。主場係讓每個弟兄姊妹安靜歇息、重新得力嘅地方。呢度嘅建立唔單止係眼前幾位同工同設計師嘅付出，而係我哋呢一群願意彼此相愛、彼此扶持嘅信徒，向世代嘅一個邀請，讓上帝嘅愛打破隔膜，一齊走入主嘅場地。喺呢度，除咗有小組關懷同埋分享，更會有 TGIF、普通話事工、家人有約、讚美操、嗎哪廚房同埋青少年崇拜，期待我哋一齊成長分擔，邀請更多人成為愛神愛人嘅門徒，數算恩典。